上边个鱼诶。头摆，有一个传说，在高远嘅北海，有一名高大嘅鱼诶。有一日，这名鱼诶好点点诶飞出来北海，比你咪改发，看唔到边上嘅天堂风。事情唔免想的咁简单啦。敢无迄样的呢？唔想佢飞出去过后，我有乜嘅好事哈？细板板呢，听起来一个故事，伊想。我们该想同个米太米的鱼的共用。细板板改想家家，将家梦想同伊海底波的好朋友讲。伊同家梦想讲本海螺汤。哎仔，无同意摕个讲欧巴啦，摕个讲小可的，哪有可能啊？假使唔过，我真是该想爱比呢。先无按内想，无按急死，先通爱个。有的呀，迄无可能飞出水面呢，是无？唔过，细板板就是想去吃，就安尼，细板板又在同家梦想讲本那一个好朋友用这鱼汤。千万唔好飞出去哦，迄鱼飞出去就细板板还唔甘愿，最尾伊隔天起门，睇海底杯头脑最好的海草阿婆。太在哟，好，听从咪迄谈到嘅悲伤甜无答对嘅故事吼，戇句呀，唔好按我，诶，哪有可能离开水呢？伊下放下路做唔得哈。唉，唔过我是菜龟想吃困呐。只是想去吃可能哦，给我头去唔做呢。噶，你去吃可能啦。你好诶。我还唔想讲迄呢，我超过咸海面去练习无，我练过多摆地位哦。就安尼，细板板开始练嘞，100、200、300。唉，到位天4300，还无比出去。可能我一生人都无才调，同个米太鱼的共用诶。细板板一路向海面撞上去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近海面，最尾伊总算飞上天嘞！